在地人在地前继续来看，专门用来观赏的花蕊是云林虎尾重要的农产品。最近因为天气的影响，大落价，讲卖一束就了一束。农民去甲议长陈情，议长是要求到相关的单位要想办法来解决。 看水用的花是云林县虎尾镇重要的农产品，不过最近因为气候的影响，造成国内的产销出问题。真侪种类的花，譬如讲洋桔梗、非洲菊，拢有价销崩盘的现象。云林县虎尾镇嘛有真侪花农拢受到影响。一把花做甲好，去到市场差不多来70块啦。进前一把花遐，看花种有的一把花就20外块，啊40-50块。这届当着价销崩盘，农民希望有关单位会当倒行销，减少损失。 完全不是要补助吼，就是讲希望咱当促进消费。为着要招全国的民众做花田花农，唔那县府的内部会发起团购，伫咧云林良品的网络平台嘛会开始卖这的花，同时嘛会甲实体的通路来合作行销。看这花拢种个遮水，吼，咱的云林县的这农业吼，绝对拢一流的啦，吼。母亲节就伫要到啊，送互厝内人云林生产的花，唔那水阁有意义，欢迎大家做花来田花农。 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